再来看台湾东洋药品咧，甲德国 BNT 疫苗讲代理的时阵，结果互人亚康讲有内线的交易。这士林地检署认定前总经理施俊良等14个人是牵涉到刑法背信罪、甲证交法内线交易等等，所以落尾是依法提起公诉。致被告等之犯罪所得，除于侦查中经查扣及缴回，共1.6535亿外，其余上亿元之不法所得，亦均依法申请法院宣告没收，以彻底剥夺犯罪所得。东洋药品在2021年的时阵，互检方以违反证交法来收拾。侦办期间，佮查到这个施俊良涉嫌用假的发票来走税，甲公司的资产拢空甲要大。今仔日甲施俊良等14个人提起公诉。这个案件不法所得有3亿外，要未录回来的钱，检方已经申请互法院来甲查封。